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市有一个20外岁女子是菲律宾籍的，顶个月月底为菲律宾入境台湾，讲居家检疫期一个月，伫咧自主健康管理的第一天，就随招9位同事去食火锅。真害的是，事后以自费来采检，竟然是确诊患着新冠病毒，所以甲伊同一岛食火锅的9位同事，拢爱居家隔离。目前这9位人拢无出现症状。这位确诊的女子，因为违反着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定，罚款1万块。这个消息现讲了后，引发着当地民众的惊吓，甚至有人伫网络顶要来找这间火锅店。卫生局来提醒民众，唔通随意去找，或者是讲公布店名，违法者相当罚款100万。无挂嘴暗做伙食饭开讲，这个画面看起来真正常。不过，讲到食火锅这10个人，其中有1位女性确诊去着新冠病毒，只剩其他9个人拢都要进行居家隔离。火锅店的头家嘛，赶紧全面的消毒。因为我们员工平时都有佩戴口罩，当天知道之后，我们就马上做全面消毒。 9个接触者目前无出现症头，卫生单位嘛继续咧追踪。不过，这个确诊的菲律宾的女性，伫自主健康管理头一天就招同事食火锅，消息一个公开了，引起在地人的不安。网友开始找这间店，卫生局提醒讲唔通犯法。在媒体网络上面去散布不当的一些讯息跟疫情无关的这个部分呢，经过我们的厘清之后呢，会将相关的施政移送这个检调这部分呢，还有我们依据传染病防治法会进行必要的一些拆除。这个确诊的个案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拍走，无挂喙安被罚1万块，只是伊伫检疫期无出现任何症头，嘛以阴性报告入境，不过后来确诊显示讲毋是检疫期满，就会使待伊。 请挂翠暗这4大字投射伫大楼甲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这个鸡塔，高雄市政府赶工制造全国上界大的防疫文宣，强调讲跨年活动民众一定要挂翠暗，并且不定期稽查，避免咱的防疫网出现破空。